见，不知道今天他的同胞来到贵州这个拳台上表现怎么样？啊，这么多年呢，我从事拳击啊，我对菲律宾的这种选手啊，有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打拳特别的老练，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菲律宾的很多这个拳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而且他的心理素质啊，相当的好。包括像很多，其实这次比赛没有泰国选手啊，泰国的很多选手也是这样。非常相近，他们的这种风格非常的相近。我们训练经常强调的，我们训练我们的技术要全面上下结合，左右立体的这种攻防意识一定要强每一个角度都可能击中对手。哇，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是一种思想这一段时间有点压制对手打的意思哈萨克斯坦的拳击也是相当的厉害前2年的一个亚锦赛他们取得了3块金牌，然后其余的金牌基本上就是乌兹别克全拿了这中亚5个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领域拳击领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在世界拳坛都是能拿得出手的。对，昨天我讲了嘛，5块金牌，7块金牌拿了5块，乌兹别克，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漂亮！哇，逼到了角落，还好是溜出来了。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拳非常的重，感受得到。第2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2。我们一些观众朋友不太懂拳击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招这个运动员水平高不高，你就看他的技术动作容不容易变形打斗的时候，是不是打完以后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攻防状态技术的攻防状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攻防的时候的连贯性不要一打就爆了一打就这个节奏就断了哇，这一下连续来到这个绳边，确实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他的进攻火力是比较猛的，而且他的后手拳非常的重。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我们一般观众看不出来，我们的这个拳打上以后，它有一个瞬间往里面渗的那种力量越响的拳越不中。
很沙哑的一种声音啊，那个拳就非常的重。哇，这一下，今天在前面的女子组的比赛当中，有出现过这种第2回合 TKO 对 TKO 的这种情况。男子的话，从昨天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一下，确实啊，那个红甲的拳的穿透力啊，比男甲要好一些。第2回合的比赛结束，得分高光2。第2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3。可能像拳击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话，还不是特别的流行，还算是一个小众运动。实际上，在国外很多国家，像这样的比赛，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可能观众现场早就已经座无虚席了。没错。因为我们讲了，这个拳击运动啊，它是舶来品啊，是国外传进来的。我们的老百姓啊，对它的了解还是有局限性。是的。所以说，每次比赛我们的不断宣传啊，不断介绍我们拳击的文化历史啊，国外的东西也能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创新啊，成为我们的学业里面的一部分。体育就是全世界的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财富嘛，对吧？其实有时候拳手在台上打比赛，如果台下的氛围好的话，也会给到他一定的注意的。对。当把这个气氛烘托到了某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可能能够激发他内心更强大的一种内在，能够通过这种比赛当中表现出来，激发他的那个潜能。啊，我们讲输赢是内因体质主导作用，但是外因还是有很多啊，能够助力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素。红脚打拳真的非常的实在。第3回合动作不乱。感觉这第3回合打完，体能好像还留有余力啊。这个选手，这就实力的表现啊，真的综合实力很强。我想，一个好的运动员就是在对手身上找到一种规律啊，每个人都有规律，怎么去掌握他的规律啊？用方法啊去战胜他。比赛结束。好，比赛结束。不出意外的话，胜利应该是果然红脚选手哈萨克斯坦的